Hello， 姐姐你好。Hello， 好你。姐姐，你可唔可以介紹自己啊？好啊，早晨大家，早晨先生，我想介紹自己。我叫蘇希妮，我今年43歲，我結咗婚，我仲有阿爸同阿媽，佢哋做監天。我個日8/50ละไม้我仲50公間，我拜山睇穆斯林，我讀到高中學畢業，我以前做過嘢喺馬來西亞6年2005年到2011年，支付父母3種病白茶白水正講正屋企西產將3米少將最終喺老闆屋企有3個人，小姐婆婆長健康公公。我以前做過嘢喺加拿大6年2018年到2020年，照顧婆婆慢慢行過3歲，正講正屋企曬衫將3米少將最少喺老闆屋企2個人，婆婆長健康公公。我識追中國生活紙正解正單正拜父華拜父華飯就蛋就飯就面就嘴當活動。我識活動學紙學老白長燒仔長雞長粟麻長羊長同埋木華長。我識ăn chủ yếu大體，我識煮主yếu，我識照顧老人家。我想喺香港做嘢人位，當運自己，俾我自己。喺香港大大，當時我講，當香港，我希望大大，但我是有共間，當先間，當先生間我。好啊，姐姐，我想問下咧，你怕唔怕貓同狗㗎？啱尖啱尖。唔怕。唔怕嘅，係啦。你照顧開老人家啦，咁我想問姐姐，你識唔識幫老人家沖涼啊？沖涼。我識嘅嘅。你識幫婆婆公公換片咧？換片 Pampers。我識嘅嘅。推輪椅咧？推輪椅。我識嘅嘅。Very good 啊，姐姐，咁如果有孖枝根中意你，你想過嚟香港做幾耐啊？6年。6年，好啊。咁如果孖枝根叫你啊，姐姐，你幫我落去買啲菜，菜心，買啲魚，你識唔識聽啊？我識。你識 ？OK， 好，姐姐 very good 啊！我哋香港見，姐姐。好啊，你。拜拜。拜拜。